節痛困擾唔少香港人。早前香港民意研究所嘅關節健康認知及現況調查發現，有近90%香港人身體都出現唔同程度嘅關節問題，而且仲有年輕化嘅趨勢。要避免成為關節痛一族，就需要及早保養，先可以保持活動能力。今集我哋兩位嘉賓包括有骨科專科張文康醫生，以及係註冊物理治療師周錦豪 Terence。咁講到痛關節痛，你一痛嘅時候，梗係就係要止痛噶啦。想問下張醫生，其實咧止痛呢樣嘢啦，喺預防啦同埋改善退化方面，其實佢有咩角色喺度咧？基本上可以話，其實一個最重要嘅部分就係要止痛啦。咁因為我哋要透過止痛咧，先可以令個病人個關節冇咁痛。個關節冇咁痛，佢先可以喐到先可以進行一個唔同類型嘅肌肉訓練。而我哋基本上係要靠呢啲肌肉訓練咧，先可以有效減低關節進一步受損嘅機會。咁所以可以話，止痛係成個打破成個惡性循環嘅第一步，亦都係最重要嘅部分嚟嘅。針對關節痛啦，有冇藥食嘅咧，可以即係改善呢個問題？咁關於關節痛方面咧，我哋有好多唔同類型嘅止痛藥，可以令到病人減少個痛楚。咁而喺咁多種藥物之中，我哋第一線最常用使用嘅藥物咧，就係呢個撲熱息痛啦。咁撲熱息痛其實喺香港以全世界嚟講都用咗好多年啦，係一隻好安全嘅止痛藥物。咁可以有效咧減少到關節嘅痛楚。而佢特別之處咧係佢嘅安全性咧非常之高，因為有好多唔同類型嘅止痛藥咧都會有機會引起呢個腎臟啦或者胃嘅問題。咁或者一啲病人有長期病啦，或者年長嘅病人咧食其他類型嘅止痛藥物咧就有機會有以上嘅風險。咁所以撲熱息痛喺呢啲病人嚟講咧係特別安全，亦都可以長期使用，亦都最重要可以令到佢哋瞓覺嘅質素會好啲啦，即係唔會朝早一起身就痛啦，或者個病人覺得太痛啦唔敢喐動。因為如果病人唔敢喐動的話，佢就做唔到之後相關嘅肌肉訓練。如果做唔到肌肉訓練咧，個關節退化就會越嚟越犀利，咁個痛楚咧就會越嚟越增加，咁就成為一個惡性嘅循環。咁針對關節痛同埋止痛啦，你覺得市民大眾有啲咩迷思必須要打破嘅咧？咁第一樣嘢就正如頭先所講啦，即係啲人成日覺得食止痛藥就係一個治標唔治本嘅一個治療啦，即係話止咗痛又點咧，我都改變唔到任何嘢。咁但係事實上，正如之前所講，止痛係我哋打破成個有問題嘅第一步，即係話個病人少啲痛，喐多啲，咁先至可以進行唔同嘅訓練，令到個關節相對嚟講比較健康啲。第二樣嘅迷思就係好多病人成日覺得關節退化就係一個磨蝕嘅過程啦，咁所以啲病人覺得我慳住個關節少啲用，咁磨少啲咪蝕少啲咯。咁呢個都係一個好唔正確嘅諗法嚟嘅。咁我成日同病人講話，你想保養個關節多啲咧，你應該係用佢多啲，透過唔同類型嘅肌肉訓練，令到肌肉嘅力量加強，咁先可以真正有效減少到關節嘅壓力。咁所以應該咧，個病人千祈唔好諗住越做得少就越唔痛，其實事實上咧係相反嘅。